来，那来看7之3，日地月的相对运动。咱7之1是讲宇宙，7之2是讲地球甲太阳，地球自转甲太阳公转，所形成日夜甲数理四季的区别。啊，前几讲啊，甲冬至呢，冬至有啥物特别？啊，上面其实，我问你者，上礼拜是什么？冬至你看阳历啊阴历？上礼冬至看阳历啊阴历？啊，阳然后我还没教7之2，还没。冬至你看然后我们7之2没教，啊？ 7之2还没教，刚上到。你啊7之2袂看？什么时候说7之3？啊对吼，你迄个，你减一下，所以你们的公转跟四季这里还没讲到7之2。来看那个作业，应该讲过了哈。讲过了。来198页、199页。咱的地球公转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来，安尼投票好啦，我看你较跳啊，17班啊跳，夏天的时候，太阳离我们比较近还是冬天？来，我袂晓哦，我袂晓哦，啊，我唔知爱地位哦，啊，你直觉，你两在一直觉，你觉得夏天的时候太阳离我们比较近还是冬天？来，你觉得夏天的时候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，请举手。我夏天夏天，这人30哦，来，这人2，来，你觉得冬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。差不多呢，这个。我很夏天冬天。好放掉，好，差不多呢。你按知影一件代志诶，咱夏天的时候，南半球是毋是冬天？对吼，咱夏天的时候，南半球是冬天呢。所以博手2个都觉得。你若是因为太阳的远近有夏天跟冬天之分，那这半球不就要分开，闹分裂，对不？我进夏天那天我离太阳近一点，你冬天你滚远一点，2个不就闹分裂了？啊？我昨天对他的科技你开过啊？一样惨。我跟你讲吼，其实17班他们，有些人很聪明，他就说哈，因没人猜，他们没有人猜夏天比较近。因为会这么问。如果夏天比较近，我就不会这样问你。有没有道理？有。哦，当人家问你，慎重的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如果要乱猜，你一定要怎么猜？跟你的直觉相反。因为若小共我咧问你要创啥，你若夏天要跟我问你要创啥，就理所当然啊，因为你倒边我会问你啊，对不？我底下来讲，冬天就我们现在跟太阳的距离比夏天近，但地球离太阳最近的时间不是现在，是大概1月的时候。因为咱地球射太阳是椭圆轨道，椭圆有近日点、远日点，近日点、远日点，所以你看这个图，你就是无偷看这个图，无你就知影。它的这个图已经画出来，太阳伫这，
家哦，这比例卖差异。自转轴安呢，直射北半球。咱的夏季、冬季的天气是安怎较热较烧，是因为阳光直射的问题。直射南半球，所以这个时阵，这个时阵咱叫夏至，这个时阵咱叫冬至。咱夏天咱运行到加太阳直射赤道，这自转轴在赤道，所以这夏至过1/4叫哈。夏天晚就秋分嘛，我讲光会24个节气了。有啊？你有背起来？我讲过，我去心理建设的是啊。等于这24个节气，这里正好切点的4个，冬至完的那春分，所以立春等于春天开始，立春雨水惊蛰，春分清明谷雨，夏天开始了，夏至是夏天到一半，立夏立春雨水惊蛰，春分清明谷雨，立夏小暑白露，夏至小暑大暑，立秋处暑白露，秋分寒露霜降，立冬小雪大雪，冬至小寒大寒。所以冬至跟夏至都反正这些都是这个季节在一半的时候。来，回到我刚刚问题，冬至是看阳历啊阴历？你要记哦，跟月亮有关的才是看阴历，跟太阳有关的就是看阳历啦。顶回大家过年，迄个中国小朋友在唱，讲你不当中国人就不要过中国年。然后讲世界上那个拢叫 Lunar Year， 不是叫Chinese Year， 小奥米叫 Chinese Year， 阴历谁定的？你知道吗？阴历谁定的？拍谁哦？不是中国人定的。阴历是当初德国人利玛窦明朝的时候来中国，帮大明帝国修订了阴历，因为迄阵在中原那块土地，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国，那时候叫大明帝国的历法已经乱七八糟了，所以传教士利玛窦帮大明王朝修订了，沿用到现在的叫阴历 ，Lunar Year 看月亮的，Lunar Year 所以那你不要当德国人，就不要过阴历过年。我来讲解概念啊，不要被这个话术影响。人类的语言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产，不是任何国家独有。好，你没有当美国人，你没有当英国人，你为什么学美语？为什么学英语？对不？手机谁发明的？对不？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种想法。按内循环。变，它这个椭圆它这个椭圆实际上跌短叶一尊，它距离是比较远的。不过因为阳光直射，所以它每单位面积分为阳光热量它多，所以北半球它热。这倒变过来，直射南半球，北半球斜射，这比例也让差到2/3哦，远比它的距离影响还要大。按个距离刚好影响，咱讲距离刚好影响，
距离还是有稍微的影响啊。所以咱会讲南半球其实它衰凉在南半球直射的时候距离还比较近，然后斜射的时候它距离比较远，就是南半球哈，伊的寒天会比咱较寒，热天会比咱较热，所以这嘛是因为安尼，咱南北极拢足寒，啊毋过对一位较寒。南极较寒，北极较寒。咱地球上上低温度出现伫南极。当然原因足多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嘛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南极是大陆，北极是海啦。啊，陆地的比热小嘛，陆地比热小，这嘛是原因之一。啊，另外这嘛是原因之一，就是它在斜射，也就是南极的冬天，所以你今仔若甲企鹅掠去北极，可能会热死；啊，若甲北极熊掠去南极，可能会寒死。啊，你若去落位，拢会寒死。对伊来讲足寒。所以这安尼过来，咱的地轴倾斜。则是阳光分布不均。咱讲过，咱地轴啦，那是垂直于公转面的，咱无啥物春夏秋冬啊，咱四季拢相相爱。好，这是咱为太空中看地球的公转吼，咱看地球的公转。啊，咱若地球顶管吼，看太阳的轨迹会变做右边这个轴。来，夏至那一阵，咱叫一条北回归线，北回归线有去过无？你敢有看过北回归线纪念碑？有3个县市有北回归线纪念碑。咱的北回归线通过台湾的3个县市，是对，嘉义有、南投有、嘉义南投、花莲嘛有。好，因为迄个北回归线呢，一点的北回归线通过，啥那叫北回归线，啥那叫南回归线。你若伫今天正中午去太阳下地干引，当然前提要有太阳哦。你买阴天光没有干引，你会不会有一天正中午12点去地干引的时候看不到干引，有太阳的时候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阳光伫正上方，落来干引一点。刚一年有没有这一天？你这个问题问台湾不同地方的人，答案都不一样。北回归线以南，一年会有2天，在夏至之前或之后。北回归线上面的。一年会有1天，就是夏至那一天。北回归线以北的，像台北啦、啥物桃园啦，无零，没有任何一天，阳光会直射，所以上面叫回归。阳光直射，冬至的以直射南回归线，开始往北移，春分的时候直射赤道，然后一直移。到夏至的时候，移到北回归线，回归了。到夏至那一天，它又往南移了，每个往北走啊，又回到赤道，它呢循环，所以叫回归线啊，一个是安尼叫回归线。所以咱若北回归线一点，咱看到太阳的轨迹会安怎呢？来，咱看下。你若家己中，你站在正中间。你在春分跟秋分的时候，会看到日头会正东方升起。唔可以中昼的时，因为是春分跟秋分，太阳倾斜角23度，23.5度，所以伊的距离这边23.5度，正中，所以伊的轨迹是安尼。下去的时候又在正西方，这以春分
较秋分。啊，你若伫咧夏至的时阵，会比冬天袂升起，因为安尼爱中岛拄啊伫头顶，落伊在西偏北。冬至的时阵，伫东偏南，这是迄个夏的轨迹，课本画的比较清楚啦。冬的轨迹是东偏南，为冬至一干，干瘾最长，可以到几度？这节23.5度，2倍以上，已经超过45度了所以你冬至一干，你那干瘾，它的长度可能超过自己竹竿的那种长度，因为超过45度吧。好，冬至加回去就西偏南。这里玫瑰那一点，但高雄差不多，因为差一点嘛，所以它不会在正东，它会偏个角度。但是问题是，我要问的是，那准讲今仔是南回归线的，这度会变做安怎？南回归线的图会变怎么样？你这三环会倒位变？知道无？南回归线也若赤道咧，这三环就徛直咧，变做徛直咧，袂偏。安尼知影无？晕船长。他晕船了，他晕船了。我觉得他这个晕船了，摔倒，所以都没事。还晕学弟呀、好，来。没有啊，翻船。咱丁伟有讲过昼长夜短，甲有昼有夜啊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来。咱看太阳这块，这边是白天，这边是黑夜，所以是安怎咱伫咧夏天的时阵昼长夜短。你看到这是6点，地球这样转过来了，它到这边的时候，这是6点，可是到这边已经看到太阳了，对不对？落了这一段，对不对？所以太阳在6点之前升起，转到对面的时候，到6点还可以看到太阳，所以昼长夜短。南半球正好相反，赤道嘞，你若赤道的人讲安尼昼长夜短，昼短夜长，伊唔知咧讲啥，是安怎？赤道遐个人，每天太阳准时6点升起，6点下山。1年365天，没有一天例外。赤道为安内，来，这圈叫北极圈。在夏天的时候，它再怎么转，会不会转到黑夜那里？没。所以北极圈以北跟南极圈以南去，叫永昼永夜。永昼永夜什么意思？半年白天，半年黑夜。太阳一出来，你会看到它半年哦。不过它伊的太阳绝对不会到上面，它的半年太阳是怎么跑？接近地平线那里，然后它就这样绕，就在地平线那里绕，24小时绕一圈，都在地平线那里。然后半年后，咚下去了，拜拜。半年后再见。按照变成怎么上学？一出门就要半年，然后半年回家冬眠。我啦，没有这样。好，依照这学生有一部电影叫做《飞跃苏联》，他是在讲那时候还是苏联，就是共产党的时代，他一个跳舞的逃到西方，一个故事。不过重点是那一部的片名，虽然我们把它翻成叫《飞跃苏联》，可是它的英文片名叫做《White Knight》。
直接翻叫做白夜。因为苏联有一部分的领土是在北极圈以内，加拿大也有。白夜的意思就是说晚上还亮着，整晚亮着，可以看到太阳。好，这个白夜。所以你也让看到，赤道和昼夜都一样长，但北回归线稍微长一点，也就是说纬度越高，北极圈以内就是永昼永夜，所以纬度越高，那个昼长夜短的差异就是越离谱。你有人去过北海道去佗过？北海道哈，一年12个月。1个月春天，1个月夏天，1个月秋天，9个月冬天，也就是9个月都下雪。所以你呐，暑假去北海道吼都要避暑。对。好，没有，不分享啊，我腰啊。兄弟，太吃了。我记得我暑假夏天去北海道的时候哈，那个导游跟我们讲。你困吼，第一定要有窗帘拉好，是安怎？伊讲订回一个露营团就安尼。天光啊，食早顿啊，综艺餐厅那会无开，一看表啊，半暝啊3点，半夜3点太阳升起，然后到8、9点哦，太阳才下山。北海道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北海道纬度高，它会掉进，它没有到北极圈，它掉进去的时候，它的黑夜就只有这一段啊，所以它太阳很晚下山，然后很早就出来，这个昼长夜短，好，来，你看，你看。